中营总爆出有神经外科医生互无牌医在厂商入去手术房开刀，法院裁定两个医生100万交保，检方提出控告。咱若准出口买一寡免税食品，等来到台湾是袂当转卖。法律规定讲，限定家己食，违规上当罚300万，已经有人互罚钱咯。寒流明仔载落南国地头是10个冷，礼拜到后礼拜一全台湾拢真寒，台北恐行无到10度，平地上界低温度可能无到6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夜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台中营总爆出讲有神经外科医生或者无牌的医材厂商，入去手术房替这病人开刀，检方已经去敲这营总和医生的徛记录。昨暗呢，甲这姓杨还个姓陈两位医生和这姓大医材厂商，依照违反医疗法申请羁押。那台中地方法院是考虑到培养专业是真无简单的，裁定两位医生拢是100万交保，检方是当庭控告。那台中营总也证实讲，这两个医生确实是违法，或者厂商入去手术房做手术，暂停这两位医生的手术业务，以上可即回处分。台中营总有医师去互逼出来讲，若像互医疗器材厂商去手术房内底甲病人开刀，这厂商并无依法执照。目前台中地检署已经介入调查，搜查台中营总甲涉案医师引导，初步认定台中营总姓杨、姓陈医师，还佫有姓陈医疗器材厂商，这3个人涉嫌违反医师法，申请羁押。地方法院裁定这2个医师拢100万交保，医疗器材厂商是50万交保，检方不服，当场控告。被告3人已坦诚犯行，相关的证据资料已经扣案或侦讯完毕，无串供灭证之余，又本案非属于法定的重罪，也没有具体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3人有逃亡的意图。台中地方法院考虑这个案件的被告，要培养医疗相关的专业是真无简单等等的因素，所以裁定3个人交保，限制自己出境出海，嘛禁止做医疗核心的行为。有看到新流出112年拍摄比较完整的影片，那证实本院神经外科杨梦云及郑文玉医师确有违法，要求院方于期限内提出完整报告及补救措施，并责成该院务必落实内部监控机制。针对这点，台中营总出面回释的，嘛召开临时院部的会议，这2个医师拢放弃一支大告，而且停止这2个人手术的业务。台中市府回应讲，病院伫咧医疗管理甲督导医师执行职务嘛有疏失，所以罚病院10万块的罚款。那涉案的医师是停业1个月，后续则佫以刑事判决的结果依法来办理。因为先开始是3个医师去互检举，目前敢若2个人去互处分。病院是回应讲，另外一个姓廖的医师并无去互检方列做被告，也佫要等侦查的结果出来。那病院内部嘛会加强手术室管理的流程，也佫有安排代理医师来保障患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成功岭在去年9月拍板时阵发生事故，有1名士兵伫咧射击训练的时阵，步枪出来崩溃，害这士兵的面受伤甲真严重。台中地检署呢侦测终结，认定官方作业无过失。不过，今日传出讲这士兵受伤的相片出来泄露出去，检方查到12个人涉案，其中有3名军警人员、1名面册的社团班主，涉嫌违反个资法，甲这10个人起诉，其他2个人是原起诉处分。到台中成功岭考场是真侪人做兵时的回忆。不过，陆军10军团机械化步兵234旅去年9月2日，伫成功岭基地靶场步枪射击训练期间，一个姓肖士兵发生考场事故，造成倒兵的面受伤真严重。事后辩方恐怖相片外泄伫网络上，检方主动来分案追查，找到侦查终结，加散布相片这10个人，以及违反个资法来起诉。全案业经检察官侦查终结。审酌各被告涉案情节及犯后态度，认定其中被告10人所为均系犯个人资料保护法第41条之非法利用个人资料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检方指挥台中市刑大甲台中宪兵队组成专案小组侦办，比对各大社群平台散布相片来源。去年11月伫全台20个所在同步来搜查涉案12人，其中包含2名陆军的军事官、1个桃园航警警员，认定牵涉散布军事训练事故甲医疗救治的病人影像资讯。以涉案情节甲烦恼态度起诉10个人，其中对面册社团4名的班主具体求刑1年，县长的军官10个月，市长面上8个月，其他2个人是反起诉处分。
本部与医疗团队持续给予照护，并与家属保持联系，提供咨询与协助。另将持人加强官兵精进射击、训练安全管控作为，确保部队训练安全。陆军第10军团指挥部强调，经过检方调查确认，装备正常，毋是外口讲的这庆功爆炸，射击拢依照规定执行，查无他人涉有刑事责任。尊重检调侦办结果，会继续关心受伤士兵甲家属，加强安全的管控。航警局是无对外来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是唔知轻弹个唔惊半人，有一个毒品案件在线的嫌犯，昨去台中的派出所接受调查，伫咧边仔等的时阵，佮摕手机啊、四架翕，甚至是偷翕电脑顶头的笔录，甲画面铺上网络。分局表示讲，迄个时阵无注意到伊的偷翕，会来调查处罚。若这个嫌犯除了犯毒品案件以外，也以刑事妨害公务来甲上班。嫌犯伫咧介护区举手机啊，翕伊互手铐铐起来画面，甚至佮镜头上阵警察桌顶的电脑，直接翕笔录。20多岁洗出的查甫人，佮将影片铺伫咧网络顶头，有其他的警方看袂落去，才压出来。这件代志才曝光。代志发生伫台中市第5分局松安派出所，初5透早7点多处理民众纠纷案，请洗出的男子以关系人身份到派出所协助调查。煞尾发现伊阁有毒品的案件，转做是现行犯铐起来。过程当中无注意到伊摄影的动作，警方承认有管理的疏失。侦办案件管控疏失，本分局已依规定惩处在案，并列为案例教育，后续将加强训练。台中市第5分局强调，迄时生出的查甫人翕的地点是伫咧人犯介护区，因为涉及有毒品，毋是卖毒，手机啊毋是违禁品，无法度查扣。不过使用手机啊翕笔录是违反环境执勤的案件安全。犯嫌使用他自己手机拍照这个动作啊，假如说我们在公务机关了，我们会请同仁严格的制止他。这个部分它是不可以适当的拍摄或是公开的。那假如有违反其他的刑事责任的话，我们会依法办理。台中警方表示，本案会调查听取失职人员，会加强内部的教育训练。也若这个洗出的嫌犯，除了涉及毒品，伫咧警察局内底翕影片铺网络，嘛涉犯妨害公务、妨害秘密罪嫌，会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全台湾天气是拢真烧热，不过暗时开始就要变天咯，寒流明仔载落南，各地是10个冷，礼拜到后礼拜一全台湾拢真寒，台北恐惊是无90度，要若平地上界低温度可能也无来到6度。北部这几天拢是侪云好天，不过你要反天啊！气象署讲，初6开始锋面经过，所以台湾各地拢会开始落雨，搁反冷。然后初7因为寒流落南，各地的温度拢会明显降温，平均温度伫12度至16度左右。预估到了明天的晚上，各地甚至都有可能会出现10度左右的低温。那尤其是北部以及宜兰这些区域，它的温度。低温是比较持续的，各地的降雨还是会比较明显，尤其是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气象署预告，这波寒流会寒到初9，各地天气才会渐渐变稳定。但是也是爱注意早暗会较寒，一直到11个会有新的冷空气落南，到时温度阁会降低。我们预估这一波的冷空气的强度大概在东北季风到冷气团之间哦，那各地的温度会稍微再有一些降低哦，相较于前一天的状况。那早晚大致上在13到16度左右。那降雨的情形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零星的。气象署提醒农民渔民，这阵啊寒流强，温度低，建议量早做好防寒的准备，避免损失。另外，拜6礼拜，关山有可能会落雪。气象署讲，涂骹可能会结冰，有要去山顶的民众要注意安全。记者陈心栋、王志光台北报道。咱若出国拢会买东买西，这个物件拢会摕去退税，不过就要注意哦，这个免税食品拢是限定家己食，袂当来转卖，违规者上重会当罚到300万。消署强调讲会定期伫咧网络顶头巡，目前已经有人罚8万块啊。点开卖物件的网站，侪进口的四手啊，标题直接拍免税店的字，或者是人面册社团，网友私底下招人做伙买，嘛有人用赖社群限时连线，外国的食品直接替人送到厝。不过其实食的若无经过书籍查验，都是违法。
其实就像你讲，它就是食品就会有安全性的问题。你就卖到外面，那你卖比较低的价格，那这样外面商家就不用活了。是还是有啊，就是请朋友帮忙从免税店带一条烟回来或带酒回来，这种很常见呐。拿出来卖，它就是失去了这些店家、这些商家应该要被课予这些税的本来该有的义务啊。新正连续假期就要到啊，不少民众可能会出国，不过小数提醒，为外国炸回来的食品，价值应该伫咧1000块的美金以下，而且重量袂当超过6公斤，敢来当家己食、家己使用，严格禁止伫咧国内转卖。国是2025年采获的金额，就有到366万5千块。食药署与地方卫生局定期于网络巡查，根据食药署统计，114年查获116件违规案件。小数记录有个案伫电商平台卖营养补充品，因为卖项目多，生意嘛真好，就互家当采罚1件8万块。另外，民众爱安怎做，才较袂去买到违法进口的商品呢？业者讲，伊有撇步。像我们做比较久，有时候会有一些客人，或是有些朋友会请我们帮他卖，他可能去日本玩啊、韩国玩带回来的东西，那这个我们通常都比较没办法，基本上要找合法的店家，他可能做比较久了，然后他可能也比较大间，比较不会去踩雷。业者提醒，入面有繁体华语标示的食食，而且卖的人爱有食品业者登记的字号，才会当保证买到的食食是合法合规定，食了嘛安心。记者综合报道。民视8点档戏剧今年1月拍戏的时阵呢，有一个姓苏的母卡替身，对4层的高台顶头摔落来，害伊头壳受伤甲真严重。这伤者的未婚妻就讲呢，民视拢无积极处理，也无回实的。台北市电影戏剧业职业工会就表示，这毋是个案，是整个影视产业长久以来拢安尼生。民视表示讲，第一时间有含剧组积极去处理，也会负担所有费用和责任。要若这个案件无去做的公司，暗头也有回应咯，讲会担起全部责任。四所的武行演出一个动作戏，对4级悬台跳落伊，弹出一防护珠，头壳讲到暗涂骹，当场毋知人。面试8点档戏剧1月20日桃园拍戏发生重大公安意外，因为四所武行的未婚妻最近伫 Threads 发文引发注意。面试采访声明，讲现场已经依照安全规格有加强来铺这个海绵珠，只是落地了后，因为反作用力弹出海绵珠的范围，造成面部受伤。事发当时，甲剧组是赶紧处理，会负担所有的费用，也有责任。不过，伊的未婚妻车六出面讲，面试处理的态度真被动，拢无讲实地。伊的未婚夫互诊断出脑出血，那只有这个面受伤而已。硬脑颌下出血，面部有骨折，脸部有缝，那牙齿也有碎裂，那身体有多处的挫伤。这个我相信这个我不把它叫做是意外。四所的武行已经对交互病房转到一般的病房，不过附近的路也真长，也希望这是最后一摆有演员因为现场的疏失而受伤。台北市的电影戏剧业职业工会指出，无动作指导来到现场安全指导，无事前的排练甲安全的演练，为了赶戏，无一直确认演员的状态，这拢毋是拄好发生的疏忽，这是影视产业长久失去特殊的结果。这个常态是应该要改变的了，大家都讲明白一点，就是也是不想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做，然后也不要那么增加那么多的预算啊。我觉得成本大家都忽略掉了，你这个成本如果花下去的话，人发生事情的这个成本是更高的。桃园市劳动局讲，调查了后，剧组无确实办理2公尺以上对关的所在落来危害有妨罪法，会依法采取30万以下罚款。原来制作公司是不是替四所的武行保劳保也伫查？工会讲，劳动部伫去年执办法大修承担的管理责任，外景的导演、统筹制片到电视台高层，拢可能有相关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伫要过年，万项代志大家爱小心细腻。伫要过年啊，家家户户开始大摒扫，一寡无爱滴的物件拢摕出来拼。不过粪扫分类也爱做较够。顶个月底呢，高雄才连续发生2件粪扫车、灰烧车意外。伫屏东的德产清洁队初5也传出粪扫车着火烧，赶紧甲火拍花。才发现讲是民众赖大乱拼，无控制的火烧所造成的。加在人和车是拢真平安。
清洁队员口气紧张，话甲真凶讲，爱司机赶紧甲粪扫车的车道放落来，因为车道内底站粪扫已经清烟个倒溃。屏东县德林乡清洁队传出粪扫车归烧车意外，公所表示，清洁队员迄当阵当要做粪扫分类的工作，想要到所看到粪扫车后道咧清烟，加在队员即时甲火拍花，车辆甲人员拢平安。疑似有民众把手机的电池还有打火机，把它丢到垃圾后面去了，导致我们在垃圾在搅碎的当中产生火花，容易在压缩作业的时候，产生爆炸或者是火灾。那严重的话，也会危及到我们的清洁队员的安全。过年前这阵大家拢咧无经病厝内，粪扫量一济，分类的工课也做较落错。那屏东有危险粪扫乌白蛋造成火烧车，亲像高雄伫个月底伫同一天也发生2件粪扫车倒火，而且拢是锂电池造成的。高雄市环保局紧急呼吁，雅士罐、电池、香菇甲面粉类的物件，拢总有5大危险粪扫，民众爱照起工处理了后，才看要等回收，还是一般的粪扫。相关危险物品务必妥善分类，切勿再直接丢入垃圾车中。除可保障民众、清洁队员的安全外，更可避免造成垃圾车及焚化炉设备损坏，进而影响全市垃圾处理量能。去年过年前，高雄南区资源回收厂都因为锂电池造成焚化炉火烧，拢总烧9天，火才拍花。尾厂嘛造成高雄市的粪扫烧袂起，引起民怨。高雄市环保局强调，粪扫若是乌白蛋红查到，上悬会当罚6000块，请民众配合甲粪扫分类做好势，唔会当减量，会当保护清洁队员。记者柯斌在柯家族柯朝阳综合报道。伫咧高雄台南拢出现今年头一站的天狗节带病入境案例。高雄的个案是一个长期伫咧印尼食头路的台湾男性，星期三回来到台湾进前就发烧初5确诊。那台南这个个案是一名越南籍的女性，1月31日入境了后来发病初5确诊。目前这2个个案拢正咧治疗，地方的卫生局也针对个案的居住地启动防治作业。防疫人员去个案因家附近消毒。高雄车拉公布今年头一个天狗节带病入境的个案，一个长期伫印尼食头路台湾籍的查甫人，1月31日开始发烧、肩膀酸痛，有食感冒药啊。初三倒来台湾了后无较好，初四主动去予医生看，快筛是阳性，初5确诊是天狗节第1型。他在社区停留的时间大概有1天的时间，从2月3号到2月4号就医之前。那在这个期间，由于他是出现症状，而且登革热PCR 是阳性的，也就血液中可能有登革热病毒，针对他的居住环境进行登革热的一个稽查。盆栽等等较会生蠓虫仔的所在，全部拢详细消毒。高雄车落落雨，寒流搁伫要来，看袂蠓较会避伫咧积水的所在。防疫团队唔敢大意，都惊境外天狗节的病毒经过探白蠓来传播，造成本土的威胁。若是高雄、台南嘛出现今年头一个带病入境的个案，是一个越南籍的女性。赴越南探亲，1月底返国之后呢，在2月2号出现发烧、肌肉痛等症状。2月4号由家医科诊所进行采检通报，2月5号 PCR 阳性确诊，病毒型别为第2型。卫生局的人员甲确诊者的房间4界消毒，到初6为止，国内累计有10个个案，是为印尼、菲律宾、越南带病入境的个案。即马年就要到啊！机关署等等的单位嘛，提醒准备要去东南亚旅游的民众，防护都要做好势。回国了后，若是怀疑有症状，都要随互医生看。嘛，甲医生讲最近要去倒位，通互医生诊断甲通报。记者综合报道。滨南快速公路已经争取20年了，这个月初4呢，第1阶段宽屏影响评估有通过，进行第2阶段作业。公路局初4到初6这3天呢，伫咧车城、枋寮、潮州办市场的电风说明会。若准这第2阶段的宽屏顺利通车的时间，会当提早1、2年。争取超过20年的滨南快速道路第1阶段宽屏，伫初4通过啊。公路局同时间举办市场地方说明会，初6尾场伫枋寮，未少乡亲到场关心。除了关心快速道路的终点，敢有要进入恒春以外，嘛烦恼讲规划路线，若经过太阳能的核电厂，会阁对环境造成冲击。要做就是真正爱有心要做。我即马要问伊的，就是伊画的路线，若有经过太阳能，因要安怎处理？这点是大问题啊！唔好时候你甲阮讲，
啊，因为有太阳能厂，所以阮这路无法度开。安尼这不是咧装笑的，你就是来骗人的尔嘛。就是年假或是过年的时候啊，他那个我们要过马路的时间都是太长了，车子太多了，然后就几乎都是塞车。公路局表示，目前的规划拍算对台88线快速道路德产终点向潮州东边延伸，搁往南进入来义、枋寮、枋山和西亚车城，路程大约65公里，按算设备交流道。公路局拍算上紧要2032年才会当动工，但是居民认为伤慢，希望中央脚步爱赶紧。公路局讲会尽量缩短宽屏时间。屏南地区的民众乡亲很希望我们加速这块屏南高速公路施作。我会针对说你生态调查什么要做到很仔细的那种，会跟顾问公司讨论，让我们在送环境部审查的时候，可以让委员认同，我们马上加速让它通过这样子。公路局讲，滨南快速道路完工了后，会当消透第一线和滨俄公路各其他的车流量，改善几年来塞车的问题，让滨南地区的交通愈安全愈利便。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即摆这高铁呢是规个讲要做到宜兰去，这支持甲反对两派早起拢去到环境部表达意见。支持的人是认为讲高铁会当提升宜兰对外交通方便性，也若反对派是主张讲无甲北宜直铁方案摕来做公平比较，要求政府得爱重新评估。高铁若会刚开通，我相信咱的主地去较大，要等下看一老伙啊，看一老伙，看一时代，人口嘛较袂外移。支持高铁延伸到宜兰的民意代表和宜兰人，伫环境部头前发出诉求。另外一边无到几公尺的所在，也反对宜兰去高铁的宽团等来抗议。交通部践踏专业。参与反对宜兰高铁抗议行动的，除了有当地居民、宽团，更有前交通部长何丁丹。反对方指出，铁路局无规划过程，无甲地铁方案加入比较，有美化高铁的行为。他们在程序当中不断的去更替数字，等于是美化高铁现在的这个效果。但是同时间又把直铁的成本也好，直铁会造成这个我们这个台铁亏损也好呢，通通都把它置若罔闻哈。要反对的宜兰居民认为，若是去高铁就有土地、农地需要互人征收，而且位置也无确定，就算唔免征收，附近的徛家嘛有可能变真差。我们整个社区都夹在到国道5与高铁之间，我们社区都是第一次购屋的。现在也没有那个能力换屋。记者会结束了后，反对高铁延伸到宜兰的宽团，也甲诉管书交予环境部，要求政府重新评估直铁和高铁的方案，要求政府爱加强地方居民的沟通。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大联盟官方今仔日直播公布2026世界棒球经典赛20个球队的正式名单。台湾队30人名单投手着16个，也若台湾会球星美国职棒守卫守护者队的费尔柴德和小熊队的龙亚也伫咧名单内面。今年是台湾队头一届有台湾的球星加入。伫30个人的名单公开进前，总教练詹和古就表示，名单要选什么人是真困难。初六早起，大联盟正式公布名单，正选的30个人，投手就有16个，是6年来投手上侪，甲顶一届来比嘛换真侪人，包括伫美国拍球的林育民、林维温、曾丹中吾、陈柏佑甲沙祖神；伫日本拍球的古林瑞阳、孙怡蕊、戚玉熙甲张俊伟。中华职棒包括连续3届入选经典赛的陈冠宇、张玉、欧弟维、詹俊岳、林思祥、郑浩君甲林凯威。那在考量上面就是。目前每位选手、每位投手，他们都是在整个季初的一个准备，所以在整个一个投球量其实都不会负担得太重，所以说就是会抓一个平均值出来说怎么样去搭配这样子。捕手有3个人，是林家正、周孝宏、基里基了公馆，也若内野手有7个人，包括张玉成、郑宗德、江坤宇、李浩宇、Jonathan、吴念定甲林祖伟。外野是队长陈杰宪、陈新伟、林安可甲 Fairchild 甲 Jonathan 因2个人是台湾队史头一届有台下美国籍的球星做伙加入。就是希望说大家是一个团队啦，我们一开始走的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个氛围嘛。那也希望说，在彼此之间大家都彼此之间的信任，然后全力以赴的去打每一场比赛。
30个人的名单正式出来，不过战后固定一日已经强调讲，无入选的球员要是会甲国家队做伙来训练，一直到2月27交流赛结束。若是有人受伤有伤兵出现，就会随补一摆。记者综合报道。台币关税降到15%，另外袂阁再抬起哩，而且呢，这232条款也摕到上界好的优待，而且是全世界头一个摕到美国232条款优待国家。行政院长杜英台表示讲，这就代表台湾是有竞争力的，搁再和美国维持战略伙伴的关系。目前等咧等待最后一届谈判，也若咱台湾已经准备好势啊。那这立法院的副院长江启臣也讲，伊和 AIT 处长郭立坚确认了后，台币关税协议伫月中签订，立法议会会赶紧来批准。请启动。翻牌也做启动仪式，行政院长杜英台参加中小微企业多元进行发展计划成果发表会，因为台币关税降到15%，而且免塔价，佮摕到232条款最优惠待遇。中小企业总会是肯定政府团队伫台美经贸谈判，互五金和机械这本地已经受伤的产业，毋那是恢复元气，佮较是增加活力。台美双方再度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是民主产业的战略伙伴。我们既有竞争力，我们又维持战略伙伴的关系。这个所谓成果啊，让我们有一些非常受到伤害的一个产业啊，突然之间又恢复了元气啊。台美关税内面，美制汽车减税零关税和农产品市场开放的议题，也未有进一步的信息。杜英台表示讲，目前正在等待关系到各行各业的关税贸易协定，和美国迄边做上尾一摆谈判。台湾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嘛希望行政立法2院较紧来审议算。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是讲，台美关税协议会伫这月中签订，后壁立法院会较紧批准。早上我也跟处长再度确认了，应该在月中左右希望可以签订那签订以后立法院这边当然应该可以尽速来批准之后，让我们的产业有一个稳定的方向。我们认为台湾是一个非常可靠的、非常可信赖的这个伙伴，所以我认为在建立一些那个安全的供应链，台湾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国立建初六到台中参访机械产业，伊表示讲，美国正重视安全可靠的供应链，台湾是一个正可靠、会当信赖的优盘。台美除了伫个半导体，也是 AI 产业合作，嘛会伫个实体 AI 和高阶机器人这边来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这国造畅水南海群号昨完成第3届渐行测试，测试的时阵有民众看到讲真好运，也在今早起呢进行第4届测试。德尊公司伫早起也对外证实，这海群号已经完成呼吸管和潜望镜的深度测试，以6月交南做目标，也强调讲安全是上界重要的。远远看去，这只深色的舰舰是海群号，这是初五下晡有钓鱼的民众伫咧高雄到台南之间的外海看到的场景。民众伫咧社群铺文讲，迄当阵还阁有海军巡逻舰，也就是冲锋舰来介护。广播提醒船仔都爱刷位，出海钓鱼仔拄着海群号测试，民众讲实在是真好运。初六早起9点外，海群号搁一届做第4届的畅水航行的测试。过程当中，嘛有混进魔鬼鱼号无人船咧伴航。虽然出发的时阵落大雨，军事备也是真热情，哪有国旗哪甲因加油。除了整个舰体的完整性、水密性以外，还有包括它的动力，还有水下听音系统。还有像它的这个在潜望镜深度的这个换气、充电作业，还有像这个它水下通信，还有像这个它的声纳系统，这些都是要逐一测试的。专家研判，初六海群号测试的水域，要是维持伫深度100公尺以内范围。早起台船公司甲媒体座谈，针对海群号的测试实际上畅水的深度，台船讲无法度说明。不过强调讲，早就已经完成呼吸管甲潜望镜深度的测试，畅水航行的测试袂干那少数几届尔，深度愈深用的时间嘛愈久。陆陆续续都会按照我们公司其实在我们的网页都有科普的一些浅见的知识。那会按照那样的进程一步一步的去做。那至于是不是在6月之前或之后，其实都要看整个的进度。不过至少目前我们看起来是乐观的。海群号交会机艇按算是6月份，目前台船手头军舰的订单，除了海群号，还有8只舰舰加海巡舰船。台船预估未来4年半的业务量是真稳定，有机会会为了钱变做趁钱。
海群河交会机场若是延到7月底，罚款差不多是3800多万，已经有提早提列，对实力影响有限。记者综合报道。辉达的海外总部要设伫咧北市区台北市区单征收及市地定位委员会，测试审议权利金的一个结果。在目前呢是决定讲呢正式来宣布，这辉达完成期价地上权的权利金是122亿。台北市政府强调讲，这过程顺利，上紧11上晚13，过年正常会当完成签约咯。签约对象呢是辉达伫台湾的子公司形式过来开展。辉达伫北市区T17、T18基地地上权权利金确定，北市府甲辉达伫7月中度完成议价。市府讲过程顺利，金额确定是大票122亿，过年假期前双方就再来完成签约。大概最快会在11号这个签约，如果来不及，大概在13号之前跟他们的子公司来做签约。那原则上我们还是会配合双方的这个协定。签约了后，进度搁向前。台北市府指出，据了解，辉达已经伫做规划设计，原则上设计完就向建管处申请建造，上近6个月以前就使动工。黄仁勋执行长其实也参加了很多的这个意见，希望能够尽早的开工。If there's a ceremony, if there's a big event, I'll come back. But I'm going to be really busy from this point forward. Yeah, this is going to be a super busy year for me. 第顶礼拜2月7日，黄仁勋离台进前也强调真紧的转来，甚至表示有过亲身出席签约的仪式，真受注意。专家分析，辉达总部进展顺利，表示台湾的对上关键的代工将最全球半导体中心。让台湾不仅是一个执行者，而是能够参与在 AI 那么规格制定跟软硬体开发的一个发源地，加速从硬体的一个供应商转型为全方位的 AI 解决方案的一个提供者。专家认为，随辉达总部进驻，可望甲本土供应链更加瓦根来合作，也让台湾在国际半导体竞争中讲话更加大声。记者综合报道。过年期间，各县市政府已经定出讲，这过年计程车加乘的费用，北北基一抓是加收30块，也那花莲台东地区是加收50块，新竹甲苗栗呢是会加收3成。不过民众认为讲3成伤贵啊，司机也烦恼讲起3成可能无人要来坐。车站头前计程车排班等人客，过年伫要到啊，各县市也公告计程车收费方式，其中新竹甲苗栗对后礼拜5开始，想要坐车就要加收3成，互民众话伤贵。过年时起一注也是无要紧啦，啊，毋过3成讲正经的收较济一注啊。那你涨了1成，我觉得那就蛮合理，3成就是有点过头了。那民众话贵，就连计程车运站嘛讲加收3成无合理，就惊安尼根本就再无人客。不合理。怎么说？没人要做。我们也觉得比较贵啊，完全都没有客源啊。按照各县市公布的过年计程车加乘费用，台北、基隆、甲宜兰拢是起跳加30块，桃园、台中、东部地区是一抓加收50块，新竹甲苗栗是照原价加收30%，全台湾上悬。2月13日至2月22日，总共10天。那收费方式呢，会按照就是原规定的收费方式加3成。那市府呢，为了提醒就是乘客春节期间加价的措施，特别印制了中、英、日3国语言，来提供给计程车驾驶张贴于后座。每年春节前，新竹县市会共同邀集计程车工会商讨春节期间计程车的运价。那今年春节比较往年采原运价加收30%。新竹县市交通处解说，这个决定是甲计程车工会讨论出来的，但是比较往年的做法，交通处也提醒民众，过年坐计程车进前，会当先了解当地的收费状况，才袂造成无必要的误会甲纠纷。记者君和新竹报道。气象署讲，这寒流呢是初7、9月会一直寒到初9。医生也讲，若像温度明显降低，民众发生这心血管疾病风险就变悬。提醒民众出现症状，就要赶紧去互医生看。国健署也讲呢，这低温较高造成心血管疾病压起来，建议民众天气寒的时阵，这室内室外温差大就要特别注意。也若透早起床的时阵，唔通向甲抱掀开，豆豆爬起来，而且呢起来了后，就要赶紧衫抹哩。天气冷，血管较厚收缩。气象署讲，初7至初9寒流落南，全台湾降温。
医生表示，寒天本来就是心血管疾病高压起来的季节，向降温嘛，较会造成心肌塌、含脑中风等等。除了高风险族群要注意，医生提醒，若是身体有无爽快，就要马上就医，唔通拖。在心肌梗塞的症状呢，它包含了胸闷、胸痛、呼吸困难。脑中风的症状呢，可能是手脚偏瘫无力，以及颜面肌下垂的症状。如果你有以上的症状，请您尽速的就医，或者可以拨打119，尽速的到医院的急诊进行处置。为着避免民众因为低温造成健康危害，国健署表示，亲像出入温差大的空间较慢热，起床的时唔通向爬起来，动作要稳稳来等等，这个拢会当避免心脏受到刺激。不要马上就坐起来，先躺一下这样子，然后慢慢的起身，躺个1-2分钟，慢慢起身。那坐在床边大概30到60秒，让身体软和。对，那身体软和之后，再穿上一些保暖的衣物这样子。那等到确定就是穿上保暖衣物，然后四肢比较温暖的时候，你再起来。国健署也提醒民众，若是伤寒，使用雾烧包、电烘炉含电毯等等，拢爱细腻。尤其是老大人，也是有糖尿病的人，因为脚手的神经较无遐敏感，建议莫长时间使用，也莫直接接触皮肤，较袂烫着伤。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讲到高雄的肉品市场，这屠宰场甲拍卖场有臭味甲噪音的问题，地方要求爱刷走已经化10多年啊。即马农会已经答应了，会甲这屠宰场刷走，市场也会转型做冷链或者是食品加工。不过有里长讲呢，上好是有时间表，唔通逐工拢听到这猪的惨叫声，还佫闻到猪屎臭味。民国55年起，伫咧三民区民族路顶悬的高雄肉品市场，是高雄地区农会甲市府做规经营的。因为都市发展的关系，拄啊好位伫咧市中心的肉品市场，一年大约爱抬20万只猪。屠宰场甲拍卖场带来空气甲噪音问题，地方要求市场爱迁走已经花10多冬啊。建摆议会嘛拢会提出来问，不过落尾也是无效不实。初五议会有议员再次提起，农业局总算有一个较明确的回答。最近大概比较朝向一个共识的方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原地转型，那可能是朝这个能源方面大家来进行。下半年度会提出一个让在地居民，包括连周遭环境都能够有不错的变化的一个改善案。那我们也期待我们真正提出的改善案，真正能够让在地的居民能够接受。市府2年前就决定要甲肉品市场刷走，后来因为土地产权的问题，甲农会物料无欢喜，迁徙计划也因为安尼袂顶袂当。看到双方总算有共识，地方随风欢喜。不过里长口说讲要做冷链原地转型，这2年前就讲过啊，希望市府爱有更加积极的作为。这个议题有那是2当前我就听过啊啦，按个到今嘛目前嘛无明确的动作还是时间点出来，所以到现在我们当然还是希望农业局啊，然后跟市府之间能够有一个积极的动作出来。对我们来说是绿地比较好，像是公共设施啊、公园啊或者停车场啊这一类的会比较好一点。莫阁逐工听猪仔惨叫声，片臭猪屎味，是原来里居民等1、20冬的愿望。当地人拢愿望市府会当紧，莫阁回因安尼尿望落去。记者郭家祖、邱兆阳、高雄场报道。今年台湾湿地保育法施行满10年啊，环保团体指出讲，全台湾上界大的中华海华南马地，要摕到重要湿地法定身份。一旦这几年供电案是愈来愈多，因也批评政府做了无够周知，也呼吁政府呢，就要成立专职的管理单位。这沙尾仔回调，阁有海牛、蚵鼎丰富的生态。中华西部沿海有全台湾面积上大的南马地，但是却一直拢无重要湿地法定身份。有环保团体就表示，今年是台湾湿地保育法正式施行满10年，希望政府要有气魄来保护这块南马地。候鸟来到咱遮要觅食所在，包括咱鱼啊，包括很多生物多样性，拢伫咱遮生存的所在。即摆你能够来做，南马地继续来消失。希望讲咱的政府。手头较硬的，咱该保留就该保护就该保护掉的，唔能够让咱这国土达到这南马地拢无去啊了后的时阵，未来要来抢救这南马地，唔是真的咱解决的。
环保团体指出，为中华福兴到大城有将近11000公顷的南马地，有乌翠乌、大蛇绿、北海猪这保育类动物，是全国面积上大、上完整、生物多样性上丰富的海坪。即阵煞请做侪光电业者开发的地点，互当地面临污染问题。环保团体要求政府要爱赶紧规划做重要湿地，守护当地渔业产业加自然生态。这湿地保育法通过了之后，现在几乎都是由下而上，在地的居民或者是社团或者学术单位认为有些是有重要湿地的潜在湿地的部分，写湿地分析报告书送上来，我们就循程序来做审查。国家公园署表示，因真重视湿地保育，嘛和在地团体保持联络甲辅导。即阵就等地方团体送重要湿地分析报告书，而且资料无问题，对照法定程序展开评定。记者杨淑清综合报道。咱台湾人呢，拢会用这拍金仔来答谢声明，来看这家己新港庙方6年前呢，委托一位艺术家用180公斤的黄金拍一支如意。即马这计数呢，家己算起来，差不多价值9亿外，咱做伙来看卖。一块黄金放入去眼镜的壳仔内底，烧甲用去了后，才搁倒入去模具内底。等到用去的黄金冷去固定了后，才来拆外口的模具。嘉义县新港高级小展览艺术家谢东哲，捌伫2019年受到公庙委托，用180公斤的黄金来做宗教艺术品。咱这个天公庙拢有一个1、2变嘛吼，这支来转化做迄个如意，也要用黄金来打造。其实迄个过程也没有正大，就是讲你录金啊，我差不多去170地，差不多半点钟就要录到完。谢东哲是家己做庙行较真念真有名的艺术家，有替真侪公庙做宗教艺术品。为着要纪念迄当阵的委托，以后来阁有用灰啊，阁做一个石放伫厝内底做纪念。谢东哲指出，迄当阵金仔一钱6000外，庙方就买180公斤，开买3亿的费用。即马金仔好价，价值嘛对咧抓悬。迄阵啊，金仔一钱6000外嘛，所以总用起来照因的手存起来吼。伊买迄180公斤，应该是会至少3亿通啊！嘿，即马可能若像甲迄工走较上悬，安尼啊换算起来就超10亿有无？谢东哲表示，伫台湾的宗教文化当中，常常会拍金仔，也是用黄金来做物件送互神明，表达对神明的敬意。嘛，因为即阵啊黄金价上悬，才互黄金做的宗教工艺品意外得到关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3年一考的小人香科要起鼓咯，已经摕到金氏世界纪录的毕祝真人举钢钉，伫咧今年新历的3月初6的照景3天。那庙方今年也要申请登录无形文化资产。过年期间，初2到初5也伫咧小人文化园区呢有亲子活动体验，大人囡仔拢会当来遮斗热闹。今仔日无共识做服装，帝国中形象配件，这是台南市林民俗南营5大香科之一的小人香科。到时囡仔办做36天宫、70基地刷，拢总108个天成神君，要展现传统顶头的文化特色。这嘛正做3年一科，地方民众真期待的重要民俗盛事。囡仔细汉我拢有带伊出来咧看，所以伊最想要参与啦。要交人安尼互动，讲伫顶悬摕物件交人分享啊，会当祈求平安啊。过年期间啊，哇，压钢钉停在我们的骁龙文化园区，同时让我们很多的小朋友有机会打扮成小神童啊，好让的小朋友也可以进一步了解我们在地的传统民俗的文化。今年丙午小人香科5条王石要起鼓，其中8族精灵压钢钉专长201.8公尺，目前已经摕到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庙方讲，今年进一步申请无形文化资产。另外，香科活动透过甲小人文化园区合作，买设迎春系列活动，初2到初5办真侪亲子活动体验。庙方嘛邀请无共特色的百家种团来表演，互民众通去甲认识咱本土的文化。伊个是拢头旗帜辈吼，出自伊一个即个老师出来吼，所以因的比较、因的训练也好，不管是讲伊的表演也好，拢非常有达到一个水准吼，因嘛拢一有通过咱所谓即个文资处所谓即无形文化资产吼，嘛达到咱文化一个推广吼。庙方表示，小人香过去捌断香过，民国76年才去恢复办理。今年香科对国历3月初5压钢钉隔平，3月初6至初8进行示警，3月11办小王船仪式，会完整呈现在地信仰的文化底底。
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新石器时代的大粪坑文化，离咱即马呢，差不多是有5000年啊，是台湾目前发现到上界古早的文化。这个时期也已经发展出呢农业种植位置也挖到真侪土器甲石器等等。13项博物馆甲这考古知识用台语绘本的形式出版做册，也线顶的有声版本，希望互绘本正做民众认捌史前文化的一种方式。砖头的人当咧做土管啊。因甲锁啊，放踮管仔身顶面，拍出水水的花草。透过鸟头种的目睭去看台湾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人类在大粪坑的生活，也带出1960年代位置考古的过程。这是13项博物馆做的线顶台语绘本，都合作对鸟头照行大粪坑古路。这嘛是博物馆第一本全台语出版的绘本。博物馆表示，因真注重考古文物和名词等等的翻译要有台语开，针对大粪坑的地号名嘛参考侪在地人的台语讲法。我较常听到是大粪坑，因是讲大粪啊，甲细粪的一份一份。啊嘛有是大人讲大粪坑，因为遐有崩过；啊有人讲大粪坑，因为伊的形状像一个粪斗的。我嘛是感觉咧参与的过程足深刻的。啊，倒一种讲法较是正确的，无确定，所以阮伫内底嘛有甲写出来。大粪坑考古位置就伫咧新北市八里的观音山附近。博物馆讲，真侪研究拢指出，台湾是南岛彝族的发源地。目前发现上早的文化都是大粪坑文化，地位记者也出土圆山文化13项文化等等无共年代的文物。这13项博物馆嘛拢有介绍。官方表示，因的台语导览已经做超过10年啊，伊嘛真注重语言甲土地的连接。即几档会来注文讲台语导览，足侪拢是少年的家庭，少年阿爸阿母要互囡仔会当听台语。去年阮也办大粪坑的台语行道，阮有请一个生态专家阿定来带路，啊，大家去小解遐个标本、遐个动物食物。除了展览研究典藏等等，博物馆认为语言本身就承载土地的记忆，伊嘛希望透过甲考古知识转化做台语文本，互绘本正做民众认捌史前文化一种方式。记者卢尚如、谢桂莲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青少年因为瘾网络造成毒品心理问题，甚至是自我伤害，这社群平台敢着爱负责任呢？这美国加州有一个19岁少女和伊的妈妈，向4间社群媒体提出告诉，其中2间已经和解了。分面册母公司 Meta 和 YouTube 的母公司，这2间控告。这场电信 Meta 执行长萨克伯格按算的出庭来作证。在美国洛杉矶高等法院的外口，有一定讲是因的囡仔因为社群媒体伤害死亡的家长，抱囡仔的相片，准备要伫遮收透明。后礼拜一个真有指标意义的电信就要开始，伊会决定青少年因为算社群媒体调调，造成身心伤害，责任敢会当算伫社群媒体和大型科技公司的演算法，而且为相关案件开第一个先例。这个案件原告是代号叫 KGM 的19岁的少女和伊的妈妈。这对母仔是控诉4间社群媒体公司 TikTok、Instagram 和面册母公司 Meta、Snapchat 和 YouTube 的母公司 Alphabet， 互伊对10岁开始就调伫社群网络，佮引发误质和自杀的想法，和伊相共的案例并不是少数。They're putting profits over our kids' lives. And that's why this trial is so important, because it's the first time the public and legislators are going to get the truth. 伫去高等法院真正的家长内面，阿诺17岁的查某囝对伫 Instagram 熟悉的人遐摕到有掺芬坦尼的毒品，因为安尼中毒过身。对洛杉矶来的罗格因囝艾利克，伫12岁时阵因为去网络顶悬在流行的禁开的游戏过身。另外，阁有倒霉，伊17岁的后生乔丹，伫2002年伫 Instagram 受到性奴恋了后自杀过身。It's their irresponsible business practices is the reason why we're standing here today. KGM 内这场审判已经变作几千件社群媒体伤害求偿案的代表性案例。顶个月 TikTok 和 Snapchat 已经和伊的妈妈和解。目前的被告是纯 Meta 和 YouTube 的母公司 Alphabet。本来伫1月底的时阵，特别伫洛杉矶高等法院开始审理，但是因为律师的身体无爽快，规定才延后到2月。到时 Meta 的执行长塞克伯格嘛暗算要出庭来作证，双方会有激烈的法律攻防。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
成立了150年，摕过真侪普利兹奖的美国华盛顿邮报10多年前卖予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却因为媒体环境改变，这几年呢读者含流量就差真多。最近宣布要裁员，大约是裁掉1/3的员工，主要是体育版出版评论的专栏，还有几类的海外分社。Where more than 300 of my enormously talented colleagues and myself were laid off from this newspaper yesterday by email. 因为债务压力，组织经理顶世纪70年代报道越战加压出水门案表现最高的美国老牌新闻媒体《华盛顿邮报》宣布要裁1/3的员工，大概300个人。DC 居民加足侪员工齐聚伫咧总部门口，也救邮报的牌仔大声抗议。These layoffs are shameful. 华盛顿邮报自1877年创立，是美国华府地区历史上久长的报社。政治新闻是因上出名的，这培养足侪普利兹奖得奖的人，嘛伫美国的历史足侪代志的新闻报道设一个重要的班。The desk that broke Watergate. The desk that was covering that won a Pulitzer Prize for coverage of the insurrection at the Capitol. These were journalists who we are losing are some of the best in the world. 写予员工的批内底，主编莫瑞表示，这是一个真痛苦的决定。伊嘛指出，伫咧影片等等领域，华盛顿邮报已经对袂到消费者习惯改变，而且阁有 AI 生成新闻抓重点，嘛毋是引出去原底新闻的文章。发言人贝佐斯要伫2013年用2.5亿美金解救债务困境的华盛顿邮报，得到侪侪懊恼。毋过即马伊互批评讲，有超过2500亿美金的资金，煞无愿意。 佮开钱救一间有100多年历史的传统媒体。The fourth richest person in the world, Jeff Bezos, owns the Washington Post. He could run it at a loss for the rest of time, and yet he refuses. 报社中东采访团队，还佫有伫基辅的乌克兰特派记者，拢起互试透露。华盛顿邮报前总编巴伦表示，这是华盛顿邮报上黑暗的日子之一。不过，即摆大裁员，嘛佫反映出所有新闻机构伫咧收入甲订阅人数落落去，还佫有 AI 冲击了后所面临的困境。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译。咱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天气。 吉隆大埔桃园新店对13度到1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4度到2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7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3度。 平湖金马马祖对8度到18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咱台湾大区级的老师啦，一碗牛肉面，就直家了。哇，讲起来，啊，你注意看伊猪头前，我阁有捞两支啊，汤起啊，这食用要猪啦，又要讲，嘿，后壁阁有一个世界啊，来啦，这支笑你啦。你电视嘛是要扫一个，哎呦，笑猪东西啦。啊，翻落，够成的多差好的啦。嗨，多人生机。 亚俊同学伫厝内带囡仔，两个哦，无受限制，无受束缚。
伊是做水电的，嘛伫咧工地四界走动。查囡仔会晓做水电哦，查囡仔来遮你袂甲做歹哥哦，若是拢会互亏。啊，你来上课有咧？帅。侬讲哈，查某囡仔要去工地做工课哦，安尼真正是你确定吗？啊，若拄着啥物代志要安怎？其实我感觉即马势头无分查某啊，拢会使做。只是我感觉查某做工地真正有，就是伊较麻烦的所在。无分性别，骨力拍拼，用双手实现梦想。女性的力量，当咧展现光彩。因为青春，所以有梦。每礼拜六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梦。阮阿嬷过身的时，迄阵阮兜是住迄个三合院，我看阮阿公一个人，伊个坐伫阮迄，算阮兜有一间买间仔安尼，啊伊个坐伫遐，啊伊个安尼看，啊，迄幕啊，其实到即摆拢一直印象足深。公司台语台马年上福气。29暝暗时8点，2026We Are 咱的围炉暝。初一暗时9点，南宝石大歌厅真爱惜。既然人若想要休困，啊后壁就交互我就好。来这度。买米祝大家平安顺。